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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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明，10号麦克风帮我打开好不好？喂喂喂，10号，OK。你位置几号？10号。上面有写。对啊，10号麦克风帮我打开好不好？你这个监视怎么没有那个？这个先升上去了，你要请他升上去是？不是，我说监视怎么没有我选上？喂喂喂，金明，那个提示荧幕没有那个，没有跟到电脑。OK OK。
是1525514。对啊，不用，前面2组。
啊，各位兄弟平安。嘿，伫礼拜早起，咱做伙来圣殿来敬拜上帝。咱即摆来锻炼今日要练的诗歌。今日要练的诗歌是，今日要用的诗歌拢是大家足熟的啊。来，第一首是信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信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咱来用第1节甲第2节。我信全能上帝，因愿罪怨天平，仁爱因更宽并矫正，公义的立天。我信耶稣基督，甘愿受人罪恶，定时日加献新罪罪。仁爱袂通切度。来，咱来看，咱来看第2首，信诗第152首。52，信诗第152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咱嘛是来用来因第1段、第2段。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你是我所靠、我心的救主。为着可怜我，你嘛受苦痛，愿一切挂虑。求你来投放，来第2节，你就是慈悲稳定的君王，因全能的你，万民所尊重。求你大公理，伫万心掌管，献出你纯洁，大根来救援。咱即马来看一个，咱逐遍礼拜了后，咱会唱的会晓诗哦。咱今仔日会后诗，大家都第二遍的时阵，咱做伙来唱。这边麻烦帮我放一下会后诗的投影。这应该大家拢足熟的啊，只毋过，咱毋捌安尼带过会后诗哦。对。所以咱第1遍是诗班咧唱，啊第2遍咱大家拢做伙来唱哦。咱来用哦。3、4，愿上帝平安赐快乐，愿上帝平安赐疼痛，愿上帝平安享受安慰，愿上帝平安赐望。愿上帝平安赐安息，愿上帝平安赐我命，愿上帝平安保卫伫你，愿上帝平安甲恁同行。来第2遍哦。愿上帝平安赐快乐，愿上帝平安赐疼痛，愿上帝平安享受安慰，愿上帝平安赐
望。愿上帝平安赐安享，愿上帝平安赐我命，愿上帝平安保卫着你，愿上帝的平安甲恁同行。阿门。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啥物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信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我信全能上帝。会众请起立吟诗。请咱永远徛的来讲读新的诫命，请。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且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是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若要对恁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
嘛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19篇。我来客，恁来应。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青的所在伫伊的手中，用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结讲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做阮的天父，并且差遣信息时时刻刻甲阮指地。无论阮伫啥物款的境遇，主啊，你是阮的爸，是阮的上帝，是拯救阮的石盘。阮一心要跟对你，行伫你的道路上。今仔日是父亲节，阮感谢俄罗上帝，你是阮唯一伫天顶的爸，阮是你永远的囝儿。阮要荣耀你，尊重你，侍奉你。阮嘛要感谢你，赏赐互阮地上的老爸。互阮会当体会到老爸互阮会听，伫阮细汉的时阵，老爸辛苦拍拼，互阮会当健康大汉；伫阮受伤的时，有老爸会当挖苦，伊亲像一粒伞保护阮。主啊，阮感谢你，借着老爸的听来显明你对阮的听，互阮的生命中有挖苦，有安全感，有受到鼓励甲帮赞。愿你赐予阮有感恩的心，互阮会记得你的教导，伫主内面听探，甲尊迎阮的老爸。亲爱的天父，求你赏赐天下所有老爸有健康的身躯，甲美好的活命，互因处理平安，生活喜乐，内心满足。愿耶和华祝福满满、稳定加天的上帝，甲所有的老爸同在。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咯，咱请圣歌队，因要唱的诗歌是《你是我的爸》。喂。今仔日圣歌队要用《你是我的爸》这首诗歌来懊恼甲感谢各位亲爱的爸爸，恁若亲像天父相款，伫地上甲阮看顾，互阮有教育用的慈悲、稳定甲疼痛。伫阮得胜的人生，恁甲天父拢伫阮的头前在带路。我要来懊恼恁的名。要来感谢恁，互阮的生命充满了恁的疼。
圣经，今日上帝话记伫提多书第2章第1节到15节。我来读，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免拯救全人类，训练咱去杀无敬虔的生活，甲受世的愿望。伫现今的时代，过守纪、正直、甲敬虔的生活，听候迄个充满福气的愿望，就是至尊的上帝以及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基督为着咱献家己，是要救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互咱诚侪伊纯洁的子民归属伊，热心做好事。这个事你着讲，着劝勉。充分运用即关即避人，毋通互人看轻。上帝话读到遮，正道咱请应杰牧师，伊的题目是基督恩典。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祝所有的父亲爸爸节快乐。愿对上帝来祝福。互恁的身心灵拢勇健。咱申命记33章20到50安尼讲的，会祝福。只要恁有偌济的日子，上帝就赏赐恁偌济的快乐。这爸爸咱拢无阿门。无管咱如今面对的日子是好还是歹，上帝已经互咱教育的快乐，互咱讲教育的快乐。享受平安甲喜乐，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互阮今仔日会使做伙坐伫遮，搁一遍来敬拜阿罗你。愿你信心的快乐，启示对天顶来的智慧。互阮伫人生未来，阮有靠着主耶稣的同在，跑走头前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连续2礼拜，咱的讲道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甲提多书，是属于咱讲教牧书信。顾名思义，就讲的是讲要如何来起造教会。主要伫迄当时有真侪异端的攻击，所谓异端就是甲保罗传的真理无共款，一寡似是而非的道理，渐渐影响着教会。保罗希望互提多的批，帮助教会起造正确的信仰，信徒如何伫生活中有美好的见证。2000多年前，迄张批同款对咱现在21世纪的教会讲话，愿咱在座基督徒，咱每一个人来讲话。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提多书2章11节到15节进前，有第1节甲第10节。牧师一般拢会体谅吼，咱的思会，咱毋通学伤长的经文啊。所以咱下底也有手中也有圣经会使看，还是牧师来读也袂要紧吼。主要伫提多书2章第1节到第10节有讲到教导顶面、甲做模范顶面、甲传承这3方面的重要。提多书第2章第1节，保罗毋望提多，伊是做牧者的，伊的教导路爱合有健全的教义啊。伊教导的方向爱对，并且伫凡事伊要做好的模样。伊要教示人的人，你家己爱有做模样啊。就是牧者本身啊，爱以身作则，真重要。第2节较第3节对后咧讲了，劝老人爱有好的品格，有疼心、耐心、信心啊。伫迄阵啊，个老的妇人人毋通讲人的是非啊。
所谓上梁正，下梁较袂歪啊。安尼敢有法度呢？法度教示伫咱的第40甲第60有讲，教示少年的富人人，甲少年的查甫人。这就是一代一代爱做好的模范，较有传承的重要。保罗会安尼讲，代表迄当时的教会有即款的问题来发生，影响着教会。咱知教会会知讲是社会的缩影啊。什么款的人，社会也有，咱教会嘛是有，背景嘛是同款。常常听人伫讲，恁教会的行为甲外口的人嘛无啥物差。教会会知讲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蒙上帝怜悯的恩典，咱做伙聚集伫遮。虽然咱拢毋是完全的人，但是主耶稣毋望咱会诚做社会的典范。什么典范？就是诚做世界毋望的光较严嘛。就是今仔日的经文第2章11节所讲的，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要救全人类。这个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降生，并且耶稣的死，互咱全人类得到救。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知影，天父恩典真正大，大家拢会唱这首歌。上帝恩典，咱要来回应上帝的疼。若咱拄则以上你祈祷的，咱真侪爸爸养起咱，咱嘛希望咱大汉的时阵，咱会来照顾爸爸，意思共款。但是生活中间，咱要活出基督徒的身份，迄好的款式，咱会感觉真困难。因为如今咱活入末期的时代啊，我们活在终末。这个末期的时代真正特别大。当主耶稣受定十字架死国活，完成救赎全人类的工作了后，咱如今你听候主耶稣国来，这中间的日子，中间的日子咱叫做末期。末期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会发生，好亲像咱进前咱读圣经讲内底有读的《提摩太后书》3章第1节讲的，咱就知世界末期到的时有种种的苦难发生，自私、贪财、夸口、诽谤、骄傲、无亲情、占领、着伤人。忘恩背义、忘恩、爱享乐赢过上帝啊！爱这个世界赢过上帝。所以咱伫即摆这个社会、这个世代，咱要活出基督徒的身份，真困难。这个困难艰苦，互咱侪侪拢陷落去。像外口的人共款，咱拢追求看会到的所在的物件。基督徒嘛，共款拄着安尼的挑战。即阵大家毋知有注意一个新闻，一个咱真大的教派，教堂起伫袂使起教堂的所在，直到因即摆起的迄个教堂无实际价，因迄教堂叫做会议中心。这是有咱感觉真无好的见证。基督徒有真多的挑战，上帝教会嘛会受影响。顶礼拜二，牧师伫参加台北中会召开第二摆的中会议会。咱台北中会有将近100间的教会，伫这个中间，议长真叮当咧讲。咱台北中会目前有差不多有一半的教会的人数是50人以下，甚至剩20-30个人，并且无管任何原因，咱即摆有差不多17间、18间的教会无有牧者，也是安尼，长期对咱教会的影响真大。如今的世界的价值观，
渐渐咧影响咱教会。咱教会无法度针对基督的金兵了后，连耶稣救赎的恩典，咱嘛袂记的。伫到咱教会内底，一寡荒腔走板的代志，一件一件咧发生，伤害咱的教会。今日经文第2章14节安尼讲，基督为了咱献家己的性命，是要救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互咱真侪圣洁的人啊，通做好的事啊。基督救赎咱的恩典，互咱出黑暗入金门。咱大家都安尼，大家都安尼样想，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所在。要望咱用新的生命的身份，就是基督徒这个身份，咱这热心的好的模样来影响这个世界，去引人留来咱的教会。但是如今反倒咱教会内部的一寡种种的问题，互一寡人伤心来离开教会，这是非常的可惜。面对这大的挑战，咱要如何来面对呢？今日的经文13节，咱做伙来看吼，牧师来读。听候迄个充满福气的盼望，就是至尊的上帝以及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啊！这段经文是咱基督徒活伫这个世间有真大的盼望。虽然有咱牧师对咱讲的，咱有真侪拄着迄个问题，但是这个13节，互咱看到真大的盼望。听候盼望的福气，等候主耶稣过来的新的天、新的地。人的生命有限，阁真紧就过去。现在咱活的这个时阵是上，确实是真的。但是咱感觉真的，即摆真紧的时间就变过去。2022年8月7号9点半已经过去啊。连未来一嘛日真久嘛真紧就过去啊。2022年1月7号，牧师伫农历过年前赶紧去金门看阮爸爸妈妈有5天的时间。结束返来台北了后，我就开始咧期待7月22日到26号会使阁返去金门看阮爸爸妈妈。但是如今已经几号？8月7号啊！牧师原来所期待、所盼望的，真紧已经变过去。但是迄个期待看到爸爸妈妈的盼望，却互我现今带来力量，要好好活落去啊！因为我无希望我看到阮爸爸妈妈的时阵，我是真凄惨还是最歹囝互看到。昨有讲着时间要转去纽西兰嘛？你视讯的时阵因为先生讲，你敢有较大颗哦？离台湾食真好，食真好哦。咱嘛希望盼望的是，咱盼望的时阵像我即摆嘛是搁盼望搁过年前的时阵，要搁转去看阮爸爸妈妈时，迄个盼望，互我好好生活落去。一个清楚目击盼望的基督徒，甲毋知影有迄个盼望的基督徒，两个展现出来的生活是，价值观甲生活是无共款的。这个价值观反映就是咱照看你活着这个现在，咱的这个日子。神学家加里文提醒咱爱常常是少年啦。咱世间上落尾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人的伫世间虽然会体会，咱毋是安尼感觉咱人真有限啊。尤其是咱破病的时候，咱感觉咱人真正有限有时感觉咱人真正真空虚，咱需要上帝。但是咱人真紧就袂记的，
因为这个世界会吸引咱的迄力量真大真大。加里文讲，咱人毋通常常活到感觉咱人是未死去的这个状况。我们人常常活得好像我们永远不会死。伫搞咱呐，咱要怎样就安怎，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的角度来讲，当咱人过头重视这世人，咱过头，我们为了重视今生的时阵，性命就会受捆绑，甚至感觉咱会在掌握一切。但是咱知，咱的性命有起有落，有好天就有歹天，并且咱会受到真多的代志来影响，可能是名声、地位、金钱，甚至咱的身躯病痛。咱即站有真多长辈身躯病痛拢无好，无须嘛因毋望因有教育的困难。虽然是身躯病痛，但是无须上爱听的讲，无须你帮我祈祷，互我紧紧来离开这个世间。安尼的引领者无毋对，但是安尼的信仰的价值观是毋对的。上帝留伫你有一口气的时阵，一定有上帝真大的意义啊！你坚强活着的时阵，你知影吗？我上阵知咱的长辈讲，你身躯病痛遮严重，你阁搁感谢上帝。咱的日水兄，我每一遍卡去，伊讲我有平安无？无事，即边阁无平安，我怎样？我去拍玻尿酸，咱这无事第一遍讲伊讲伊去拍玻尿酸关节去拍玻尿酸，一礼拜一个月来拍3遍，3个月然后连续打3个礼拜。但是讲伊有人家巴肚疼、头疼，但是上尾伊就讲啦，感谢主，感谢主。我感觉安尼伊真对牧师来讲有真大的鼓励啊，有真大的鼓励。有真多问题，感情的问题，互咱有时欢喜，有时感觉真失志、失望。但是当咱未来毋是望上帝、望的时，这款困扰咱的代志会一定发生落去。我们这个不好的循环会一直下去啊！就是咱的望毋是望上帝的时阵，咱望世间有真多物件的时阵，甚至安尼讲，我望转去看阮爸爸妈妈，无毋对。但是伫未来的望，阮爸爸妈妈毋是我的望啊。耶稣基督才是咱的望。咱知，伫世间互咱上伤心艰苦的代志是啥物啊？就是咱的至亲突然间来离开。咱讲，迄种刻骨铭心的疼无经历过的人，伊无法度了解。甚至经历过的人，伊一世人拢行袂出来啦，迄个阴影啊。但是对于咱基督徒来讲，伫世间大大小小的代志发生，伫考验咱，在考验着我们，咱的听候有听候的望无？当咱望，当咱未来望是主耶稣国我的时阵，有真奇妙的代志就发生啊！这款的听候的望，成做咱困难中有极大的安慰甲快乐啊！牧师知影在座有真侪兄弟姊妹拢有经过，你应该知影牧师伫讲啥物。当咱的听候望是主的时阵，会搬过咱伫世间你感觉真大真重要的代志。因为上帝是互人有望的上帝啊。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12节的经文，基督的恩典已经显明什么代志？训练咱弃杀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界无望，互咱伫现今的时代过守吉正直甲敬虔的生活。顶礼拜咱台湾有发生真大的代志，大家拢知影。美国的众议员来访问咱台湾，了后开始
咱对面的国家就用要用飞弹要来甲咱拍。无是想，即当时有真侪人应该感觉真惊吓，还是嘛毋知影要如何是好，还是毋知影要怎样反应。就是离对面的国家讲要飞弹，要甲咱拍迄一暗。我参这枚牧师，阮牧家吼，拢互道再见啦，天家再见。先讲，无等下12点来拍落袂赴的，对不对？因为阮想到保罗伫腓立比书第1章23节，伊讲的，当我进退两难的时阵，我实在真爱离开这个世间，甲基督做伙啊！这应该是好的啊！弟兄姊妹，伫世间咱有真多的时阵，咱拄着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在一起啊！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保罗的信仰是咱学习的模范啊！咱咧常常安尼放伫心来讲，主啊，你也愿意，互我现在就离开世间，甲你做伙啊！咱毋是讲要离开，是讲咱遮挡袂牢，啊是怎样咱要离开？毋是，咱是要甲主做伙。各位兄弟，咱的信仰，咱就爱有遮个心志，甲咱的愿望啊！这个世间无啥物比甲基督做伙较重要啊！接续腓立比书第1章24节，保罗安尼讲：不过为着信徒的缘故，我更加爱活落去啊！好好啊，活落去。意思保罗活落去是有目标的。咱基督徒，咱现在咱每一人活落去是有目标的。咱毋是清清彩彩地活落这个世间。这就拿提多书2章12节安尼意思共款。基督已经训练咱弃绝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情啊！各位兄弟，咱基督徒虽然活伫这个世间，但是咱唔通受这个世间的控制啊！我们不要受这个世间很多的事情的辖制啊！当咱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阵，上帝的恩典就已经予咱啊，并且除去咱内底这个石头心啊！咱的心石头心的意思就是讲，咱唔捌上帝，迄个心除去，互咱变肉心。也是安尼，咱会做两种的改变。这段经文讲，咱会做两种的改变。咱有法度做两种的改变，是因为上帝在咱除去对咱的管教，咱才有法度做改变。第一个，咱要做过敬虔的生活。咱的青年凯华，伊昨要结婚的时阵，在因的先生讲。你伫我的性命中，你排第3。我毋知影因翁听到叫做我排第3，敢袂是咱兜的狗排第1啊？现在都是那个毛小孩都排第1，毋是？开发讲上帝排第1，教会排第2，你排第3。我看因即摆因的迄因盛宴生出来，伊可能排第4啊，可能排第4。敬虔的生活就是咱有上帝掌权的生命，上帝是咱生命排第1。第2，拒绝咱这世界的引诱啊！这世界价值观会互咱陷入罪恶、贪婪、骄傲、自私的内底。世界价值观是啥物？大家拢知影。无管是金钱、地位、权利，真是即摆为了正当的代志。咱会使关心，但是牧师讲，咱兄弟姊妹毋通伤投入，直到互咱受迄个影响，咱会伫 FB 还是啥物做，咱的黑白讲话陷入迄个罪恶，咱拢家己毋知。咱
咱来过敬虔的生活。什么就是敬虔的生活？就是亲像弥迦书第6章第80安尼讲的，基督徒爱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相甲行。等候主耶稣过来的日，就是基督恩典的日过来。今日是父亲节，感恩的主日，感谢在座的爸爸恁的辛苦。咱在座的爸爸来有一家哈，向左转哈，恁来咱这边啊，这边希望向左转看这边哈，爸爸哈，恁辛苦啊哈，因为爸爸拢坐伫这边呐，今日爸爸拢坐伫这边哈，哇哈，啊感谢在座所有信仰的前辈，感谢恁一世人尽忠服侍，将这美好的信仰传承落去。大家有追踪牧师的 FB 拢知影，牧师上 FB 上了有一句话，就是8字真言哦，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是。我们建成，我们有爱，咱建成，咱有听。教会要复兴，要成做世上的光甲盐，咱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咱每一个人拢有责任。一早起我看到5楼长老娘。啊，看到因的孙伫遐哩准备爱餐，我讲你这传承真好。长老娘怎有讲？用我十阮的博彦讲吼，博彦因的孙啊吼，你查恁的囝吼，也是有叫伊来教会，安尼就袂变歹啊，来上主日学，这就是真好的传承。咱一代一代，因安尼一代一代传到第4代。咱教会，咱每一个人嘛是爱传承。咱毋是仅仔有血缘的传承，咱每一个咱爱有做好的模样，互来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看。咱看咱青少期，吼青少期社青，咱在座在长辈，咱来做好的模样互因看。望基督的恩典，伫咱在座每一个人的身上来显现出来，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救赎的恩典，互阮有这个福分，成做基督徒。虽然伫这个世界，阮会拄着真多困难甲挑战，但是主啊，愿你甲阮同在，互阮会知有好的模样来影响最多的人，啊，帮助阮做伙来起造建成教会。成即个社区啊，真好的见证。我咱咧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信诗152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会众请起立吟诗。
的温顺，你的马献出，参与我的受损。请坐，奉献，咱请服侍同工。请起立。请坐。公道，即马公告的时间，咱做伙来看周报。咱为着几项事来祈祷。头一项为着咱的肢体有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卢雪英、胡艺梅、洪甘之、史玲玲、李训苑、陈美芝、刘秋敏、张朝明、陈丽水、刘慧忠、赖胜雄、陈秀龙、杜昭、林以诺、陈德明、陈义立、林朝泰牧师、林双耀、江玉秀、林秀英、陈昭明、汪世军、洪千惠复兴，还有确诊的居隔者，咱为着因的身躯来祈祷。第二项为着8月13、14号主日学的生活营，甲20到21号青少年的夏令营祈祷，希望因会当更加的亲近主。第三项为着中国长期试图以武力外交等政治力量限制咱台湾的发展来祈祷，愿公益人民的主保护咱台湾，互咱的政府甲全体人民有智慧甲勇气来保护咱的民主自由的价值。咱做伙来祈祷。
主啊，搁一摆求你时时刻刻甲阮伫地，求你亲身医治身躯有病痛的人，嘛求你保护阮的国家，人民阮有主你的公义显明伫这世界。阮即马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阮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人生今日互阮。赦免阮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传阮离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因根拢是恁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哦，即马献诗，咱请主里欧的小朋友们，他们要唱的是不住感谢，不停赞美。有雨目光领军，大家站好。来，小朋友站开一点。
来合照一下，合照一下，老师们一起合照一下，太可爱了，主日学的小朋友太可爱了。爸爸已哭。我们合照一张，合照一张。哦，来教会的小孩不会变坏，我先躲下去一下。太棒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青少年团契也是有准备我们的 "You Are My Superstar 2.0 Version" 的那个要来庆祝我们的父亲节，请大家睁大眼睛看好了。嗨，喂喂喂喂喂喂，喂，小雨，听说长执会决定要我们父亲节也献诗，哦，怎么这么麻烦啊？其实是爸爸们也想要有一首自己的歌吧。我的爸爸总是留着胡渣，挺着啤酒肚，问我要不要打篮球。我的爸爸喜欢在家不穿衣服打呼超级大声。好啦，我还是很爱你啦，喜欢看你充满自信。你说你比刘德华还帅，喜欢你眼神充满爱意，尤其是看妈妈的时候，喜欢你动作怪的表情，看100遍都不腻。你是上帝给我最美的礼物 ，You're my superstar, you have a superpower。戴上黑色墨镜，就化身汤姆克鲁斯。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 daddy。陪我走高山低谷，给我毫无保留的爱。Daddy，请听我说，对你爱不完。我的爸爸总是留着胡渣，挺着啤酒肚，问我要不要打篮球。我的爸爸喜欢在家不穿衣服打呼超级大声。
好啦，我还是很爱你啦，每日每夜辛苦工作，为了给我最好的生活，一路上都陪伴着我。就算我会一直犯错，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你是上帝给我最美的礼物 ，You're my superstar, you have a superpower。戴上黑色墨镜，就化身汤姆克鲁斯。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 daddy。陪我走高山低谷，给我毫无保留的爱。Daddy，请听我说。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have a superpower。戴上黑色墨镜，就化身汤姆克鲁斯。You are my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 daddy。陪我走高山低谷，给我毫无保留的爱。Daddy，请听我说，对你爱不完。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You are my superstar。即马报告，咱做伙来看报告。教会消息，本主理是父亲节感恩主理。咱拄则感谢咱主理欧甲青少年以诗歌创作献上对父亲的感恩甲祝福。教会嘛准备有礼物要送予每一位父亲。现在先请部长丽娟长老。家庭内面呢，就是招条安全感，搁就是栋梁。咸菜伫囝儿的心目中，父亲真严肃。毋过做囝儿的儿女的拢知影，父亲爸爸伫囝儿的心目中，就是家庭内面的栋梁，实在是真伟大。嘛是诚心的感谢老爸对囝儿的疼。囝儿呢，儿女嘛是伫因的心内祈祷，愿上帝帮助伊的老爸，祝福伊的老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当然，遮伫咱的世俗内面来看，有遮的物件。毋过呢，同重要的伫心内，就是愿上帝的疼，甲老爸常常斗阵，时刻无离开。今仔日呢，咱咧庆祝父亲节的中间。咱有准备礼物要送予父亲，真感谢迄个关怀部的同工，母亲节的时阵呢是婷宜来陪伴，父亲节的时阵就是宇翔，宇翔来陪伴。咱即马请宇翔来报告伊所为咱准备的礼物是啥物？来报告一下因为咱爸爸是家里的支柱
咱拢知有一寡代志吼，爱找妈妈。啥物代志要找妈妈咧？霸豆腰，也是讲那个衣服脏了啦，吼，洗衫洗裤要找妈妈。但是较大的代志要找爸爸。啥物是大代志？嘛是啦，手机啊歹啊，吼，是鞋啊歹啊，或是交学费，是无钱啊，零用钱用完来找爸爸哦。是要怎么判断怎么找爸爸妈妈？因为如果你去找妈妈，她也会去叫你找爸爸哦。所以咱爸爸就是家里的支柱所以咱脚爱徛好调，但是脚徛久啊会酸会流汗啦吼。所以咱关怀部呢，准备咱这透气舒适除臭，全台做袜子第一品牌 Sunflower 三花3双袜子要送给老爸互你的脚不会再流汗。还有加上国内良心食品益美作为蛋糕这个88节特制的88节周年纪念款，感谢你一路走来伴我成长还有一个芝士蛋糕就这以上这些礼物要送给我们的爸爸。那在这边祝各位父亲节快乐。那我们就请服侍的同工可以帮我们送礼物给每一位爸爸。爸爸请站起来。爸爸也站起来。没有画报。不知道3楼有人还没拿到吗？1楼还有1楼的。好，都发送完毕啊！如果你没有拿到，记得再跟我们说。那再一次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咱继续来报告。第2项，爱餐即日起恢复供应，请用餐前请务必清洗双手，用餐后记得戴上口罩，离开座位，清洗餐具。第3项，9月9号下晡4点要举办中秋的烤肉，因疫情的影响，今年的中秋烤肉邀请对象以本教会会友为主。那为预备适材，请参加在8月21号前登记报名。教会会视疫情的发展再做调整。那如果有临时取消活动，再请见谅。第4项，近期依然注意咱个人的身体状况。那是有确诊或居家隔离，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情况下，要照防疫的规定。愿主的医治跟平安和大家同在。团契消息，8月13、14号，主理由的生活营要在新竹绿世界来富的健康休闲度假村。第2项，8月19号上午10点。雄联团契主会主理是知梅牧师。第3项，8月20号到21号，青少年夏令营开始报名。今年因疫情的影响，会在教会举办。
报名表请向干事索取。欢迎若是家里有国高中或大学的好友们，可以来报名参加。告解的消息：9月24号，台北中华教会甲社会事工要举办3支海岸净滩行动。已报名的个人或团契，请留意活动的时间和行程。咱会当来看公布栏，详细明细，请咱家己来看。上营信息514首，打马线会求助属户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帮助甲扶持，互咱领受基督恩典，勇敢为这个世间做光做盐，对这世代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上帝平安。
来倒闭会。